學校將於11月23日星期日舉辦非一般慈善嘉年華，誠邀本校學生、家長、校友以及所有關心聖家的朋友共襄盛舉，共度歡樂週末。活動內容豐富，設有多項親子互動遊戲及體驗攤位，有機會贏取精美獎品。開幕表演及愛心小劇場由學生傾情演出，展現多元才華。現場亦設愛心義賣，發售學生親手製作的工藝品與栽種植物。美食方則提供由家長準備的各式餐點，共享溫情。我們特別歡迎校友重返校園，回味美好時光，同時也誠意邀請有意報讀聖家的家長與孩子，藉此輕鬆活動認識我校的活力氛圍。是次活動別具意義，所有收入在扣除必要開支後，將透過澳門中聯辦全數捐贈予江西省修水縣教育發展項目，為當地學子成長助力。誠摯邀請你11月23日蒞臨聖家，攜手為教育公益寫下溫暖一頁。